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实在嘛是伤过摇摆、伤过唱秋咯，竟然是挑战到警察来惹事端。台北市甲新北市的警察局长昨暝拢到新生北路的一间餐厅来参加到义警交接的典礼，甲义警做伙来食饭。结果冲入来两个男子，赶到两大袋夹纸，直接到甲饼里的餐厅的柜台。刹那之间，规个涂骹、目睭子拢是夹纸，互人看到头壳反麻、起价无皮。这敢是刁故意要甲警察来抢渡咧？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透暝召开着专案的会议，这管区中山分局嘛来澄清，讲这个犯案的时间点是伫局长到场进前，所以应该毋是针对着警察。初步了解，可能是甲餐厅有私人债务的纠纷。敢是扣翕到两个查甫人伫食暗顿的时间，赶两袋加纸乌白放，互规清只加纸四个乌白走，嫌完犯案了，随走落去楼骹。餐厅拄到人闹代志，这场餐会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嘛在场。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整理过了哈，有看到哈，但是数量啊不是那么多了哈。那第一时间哈，我还想奇怪，餐厅怎么会有蟑螂哈？台北市新城北路这间餐厅举行义警的餐会，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仁，也未少台北市的议员拢有到现场。想要到70到700人的大场面，有两个查甫人赶两大袋规清只的家纸来去放。后壁阁有一男一女看头看尾，阁录影翕相，犯案了，嫌犯随骑奥多麦逃走。另外两个共犯先行路才坐车离开。两个动手放加纸嫌犯嘛，将奥多麦等的上车会合。目前警方锁定一车5个嫌犯，因为这个时机点真敏感，外界嘛真好奇讲，这个嫌犯的安尼做，敢是针对警界大官？本局的局长是在案发后，才进入宴会厅，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这个。与本局的局长可能相关性较低，那与餐厅本身可能发生的纠纷可能性较高。这间餐厅当时除了有义警餐会，别厅嘛有餐会，等是规清名人客拢互加纸惊到。嫌犯为了改变逃走的路线，伫湘北地区呢走来走去。目前警方锁定涉案的对象，将依照恐吓罪嫌，将因抓到案。